为担市安区的大庙破发的这是伫2000年龙年入伙以后，轮2轮搁逢甲申龙年。今年改庙为了庆祝济公佛诞，一日大厅就看到孙手工打造的金龙，而且是用纸雕剪黏的机架，开了3个半月才完成，相当费功夫。加上周边以大石分布来装点。向前济公就是降龙转世，要来度化众生。该庙除了下巴金龙以外，在佛诞期间点龙灯，不只为家己的功名祈福，嘛照光庙宇的传承，有相当的意涵。那我们来点灯的人当然就是可以让我们仕途顺利啦，身体健康啦，也可以延神光彩所以民众的话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真的可以来试一下我们普法道济寺这个点龙灯的一个工程。我相信对他的家庭也好，对事业也好，对他的那个发展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助益。希望欢迎我们的信徒来这边点龙灯，获得一个光神延财延神光彩这样。破发的这是迎接佛诞当时，嘛已经连续15档得到内政部表扬为极优宗教团体。同时，每一档为善事的接受献礼，管委会嘛拢有无共创意。这种龙年寿酒的设计就相当卡哇伊，而且龙体元宝的造型，就是要互你招财进宝。真侪师兄师姐为了国历3月10号礼拜佛诞。嘛拢抱着虔诚礼佛的心情来到三港布置，希望互大典圆满顺利。庙方嘛邀请所有善心大德到时做伙来看精彩民俗文化表演，也佮有中医义诊为大家健康把关。金龙来做这种转世弘发到咱这种事的精神来度众济世。那么时至呢因为是公元2000年嘛，是金龙年来入伙安做，所以讲咱甲新年的龙年对是有特别真深的一个意义。那么迄天咱嘛有咱真济即个民俗活动，拢总是咱十方的赞联为着要弘发到这种事，这些标杆的精神大家会使讲拢真正拥护真正支持，咱这圣诞活动会当安尼含遮十方善心来同乐共参这个盛宴。降龙献瑞，欢迎大家做伙来接受。台湾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